好意思，我真的就只有今天有空而已。是，好，那么我晚点过去，谢谢。怎么了？你等会儿还有事啊？听说有一个老中医，他医术很厉害，我去把脉。老中医啊？是啊，我也想去看，能不能带我一起？当然可以啊。聊什么呢？逸轩来了。那逸轩，我刚刚跟爱宝说，我们俩想去看中医，啊今天能不能麻烦你带带孩子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辛苦你了，那我们走吧。拜拜。来，拜拜。有问题打电话。我和闹闹玩了很久很久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闹闹是爱宝的孩子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那么开心，就好像闹闹是我自己的孩子。在那一刻，我完全忘记了我是谁，忘记了烦恼，忘记了危险，甚至忘记了爱宝的存在。你看啊，林总，问您点事儿呗。说，那边那帅帅的男孩叫什么呀？他叫任毅，是我们公司新来的。怎么着？喜欢啊？还行吧，您就帮个忙呗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喜欢他没问题，但是记住，工作的时候不要打扰我的员工。知道。啊，就那边加一个。任毅啊，任毅，哎，林总，怎么了，林总？你看一下啊，整体呢我觉得还不错，可是这方面可能要调整一下。对，我让他们啊上面加盏灯，把这字打亮。怎么样？我放心，就按你的办。那累不累？要不要喝果汁？来，喝一口，喝一口吧，来，小心啊。好棒啊！我还要接一次。好。然后再喝了。我能暂时以非秘书的身份跟您说几句吗？干嘛那么严肃啊？有什么话说。您今天是不是把仁义的电话给那个模特了？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做了。你怎么能随随便便的把别人的隐私透露出去呢？你怎么知道别人需要你的帮助？万一人家有人家的想法呢？你跑了我这儿来大叫大嚷干嘛呀？不就喜欢仁义吗？直说嘛。我可没那么说。还说没有？你瞧瞧，我这咖啡都变成醋了。喂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哪个眼睛看见我把电话给那个女孩了？行了，我能看出来你喜欢仁义，我给你盯着呢。哎，既然你喜欢他，那咱们就应该分析一下他啊。仁义的学历又高，人又帅，别说那几个模特盯着他，我们公司的好几个女孩都盯着他呢，你可要小心一点。啊？还有谁啊？这我就不方便透露了，容易引起内部矛盾。不过我也侧面打听过，他至今还单身，我也从来没发觉过他跟任何女孩约过会。就这个情况的话，我觉得只有3种可能性。哪3种呢？第一种，他同性恋；不可能。这第2种，啊，性冷淡；
胡说，您又胡说了。不，这个不太会胡说啊。你想想，现在白领呢，工作压力大，很容易得这方面病的。您是在说您自己吗？我是吗？我是一个例外，好吗？那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个例外呢？行，他是个例外。第三种吗？这第三种呢，就比较关键了。仁义不喜欢泡吧，不喜欢夜店。那你告诉我，他喜欢什么？他想找什么样的女孩？他肯定想找一个跟他有共同语言的女孩，是不是？按照咱们这样分析，我觉得适合仁义的，也就只有女博士了吧。他喜欢的是一种知性美。知性美。我这么说，你明白以后该怎么做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既然你明白了，真乖。来，爸爸。爱宝，再见。那就麻烦你帮我送爱宝了。慢点。坐好了。那我去了。开车小心点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随着爱宝和乃梦越来越近，这种危险的关系真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和爱宝好好的聊聊，可他总能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回避掉。今天我终于有机会送爱宝回家，可以单独的跟他在一起。可是，原本想说的一切的一切，都好像被爱宝的沉默给屏蔽掉了。看他睡得挺香的。你跟乃梦好像关系挺好的。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难道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？这3年来，我以为我能够忘掉和你有关的过去。我在无数个谎言中虚度着自己的世界。我放弃了我的过去，活着另外一个自己。你想过我的孤独吗？你想过我的无助吗？甚至，你想过我吗？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生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遇见你，我不再茫然和孤独，你让我体会到爱情的甜蜜。你也让我知道，我也能拥有真实而纯粹的爱情。我麻木的人生也可以拥有奇迹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，我们彼此在生活中扮演角色给别人看，压抑着内心的痛楚，在强颜欢笑。你知道吗？我最难过的，不是我爱的人不爱我，而是我爱的人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我丢掉的是2个恋人和爸爸。
我能送你吗？不用了。别这样，海宝。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行吗？老爸，再见。艾小姐好。你就住这儿？是啊。让孩子上床睡吧。不动他了，动他他会醒的。这酒店，这房间，这一天下来费用挺高的，你怎么能付得起呢？海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靠什么来抚养这孩子？我自有自己的办法。需要我帮你吗？我可以的。你是有老婆、有家庭的人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咱们之间何必搞成这样呢？